做 FIFA 義工都可以近距離見到碧咸、普巴、馬些路，跟我嚟做一日世界盃義工啊！我喺上年11月尾咧已經獲邀應徵 FIFA 義工噶啦，大約咧就喺3月尾收到義工嘅 offer，咁我當然希望入去 MetLife 場館當值啦。但係非正式統計，大部分義工咧都係根據登記地址分派當值位置嘅，而最近我屋企嘅當值位置咧就係布魯克林大橋公園戶外直播派對啦。FIFA 俾義工嘅制服咧全部都係由 Adidas 一手包辦嘅，顏色都幾醒神噶。呢度咧就免費入場嘅，只要前一日網上登記門票就可以進場噶啦。除咗有波睇，亦有嘢食、有嘢玩、有衫買。我嘅義工責任咧就係答下在場人士嘅問題，同埋幫忙管制人流。最正就係完成當值後可以留喺場內觀賽。呢個 party 咧有唔少嘅 Adidas 代言人現身撐場噶。估唔到我喺 NBA 季後賽之後咧再次遇上 Spider 啊！今次就唔係訪問 Donovan Mitchell 啦，而係同佢擊拳。Spider，what's up？仲近距離見到一眾足球明星普巴、馬些路、碧咸、洛迪高，最開心就係同咗 Trinity Rodman 合照啊，同埋仲有見到2屆歐國盃為英格蘭一戰定江山嘅靚女球員 Chloe Kelly， 加埋人氣歌手 Pink Panthers 嘅現場表演，就算冇得入場當值，都感受到紐約嘅濃濃世界盃氣氛啊！Yes sir！